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前2天咱新闻报道有2个驾驶拢伫咧现场等共一个停车位，落尾用让的方式让人停。若是讲拄到分袂平，唔免拍到29暝，会当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。抽签古早嘛有人讲是抽考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的就是考，抽考的考，读考第1条。考就是用纸条啊做的签来互人抽，看运气来决定输赢。咱讲是抽考，嘛有人讲是抽考啊。另外有人讲好抽，啊若是抽这个动作，讲是背好抽。古早一个词讲是考分，会当讲是抽签来分配财产，或者是抽签来决定轮值的顺序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念考，意思就是抽签，嘛会当讲是抽考啊。若是照抽考的结果边头轮落去，咱讲是轮考。第2个词读做轮回考，这个意思就是兄弟轮流奉太父母的方式，嘛有人讲是食火考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因3兄弟啊，用轮回考的方式来奉太父母，拄开始用念考来决定顺序，也毋过看父母爱住偌久就住偌久，落尾念考变做是一款形式尔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考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